计看台中市旧业客运去年有一台公车驶歪来时，无让过路人先行去弄死东海大学一个姓林的查某大学生。家属昨透过律师发表声明，批评保险公司以业者的排班有问题，司机疲劳驾驶所以拒绝赔偿。客运公司拍算要以30万来和解，也毋过客运公司是强调讲，因还未正式协商。台中旧业客运305公车，去年9月经过中区绿川东街，要倒回中山路，无让过路人弄死东海大学姓林的女大学生，家属找我透过律师发声明，真生气批评保险公司拒绝理赔，旧业公司敢若赔偿30万，家属无法度接受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其实并没有去做出太多的改变。那对于这一起事故也并没有去负起他应该负担的责任，这个部分我们是认为比较遗憾，以及家属会感受到比较愤怒的部分。这事故造成一死一伤，事后台中市府动罚业者120万，佮受贿业者伫台湾大道300号路线营运路宽3个月。肇事的姓施的司机今年4月获台中地检署照过失第4罪起诉，进入一审审理当中。死者家属声明表示，司机因为公司排班失当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形，违反旧业公司投保的责任保险契约条款，互保险公司用这做理由拒绝理赔。旧业公司干来用30万要和解，呼吁业者都要负起责任。请我们的法务跟对方跟当事驾驶的律师在谈啊，还有跟那个受害家属的律师，但是他三方现在正在联络，还没一个明确说到底是这个数字是哪里来的。业者强调，目前双方甲驾驶律师咧联络安排调解日期，还未进行实际协商，而且司机超时疲劳驾驶甲事实无符合，无清楚30万数字为倒位来，后续会积极甲家属协商。钱是小，但是之后的会衍生出来的更多的这种所谓无良驾驶行为，都源自于说大家可以用赖皮的方式，或是用一个说不理赔的模式，这种想法或是这种感觉的话，其实这个是我们所不乐见的。共同团体认为，这案件是指标性案件，保险照契约行若免理赔，应该由市区公车业者甲台中市府负起责任，免简单下责。不过台中市交通局无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